呢度係禪城板塊，配套成熟咗，銷量反而差閪咗個項目，星星海船國際。過往呢度啲業主就好似飛機打交咁高鬥。幾年前同佢講，而家價好，佢唔閪信，話食咗中介佬畫嘅10年大餅，等配套完善，高價再出手。而家配套係完善咗啦，大塊餅好似過鳩咗期，價同銷量都跌咗，真係老虎扯旗，新舊虎。嗱，就係呢度第1號大餅，佛山人流規模最大嘅金百天地都開業啦。2號大餅華英附小都已經落實咗啦，你睇啲少爺仔幾開心。不過初中依然都係1嚿半。第3號大餅就係呢條由數以萬計中介佬一齊畫嘅地鐵3號線都開通啦，但係價格同銷量都仲係好似太監信耶穌咁，無論得救。銷量低，其中一個原因係佢係呢一個板塊門檻最高嘅，再加埋隔籬岐茶同潮安嘅新房，從豪宅到剛需都有，就好似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咁。點講，當初都定位係高品質嘅項目。呢度嘅花園喺成個桂蘭路上邊同價位都算係最靚。呢度就係佢嘅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，89方嘅入證面積，廳去到25個方，都算係僅僅合格。喺一個面積段裏邊，陽台個空間算係可以。我喺多中介佬會同你講，買呢一排桂華路嘅聲音係唔會嘈到你，因為前邊仲有4棟公寓擋住。感受一下，好明顯佢擋唔住。廚房嘅空間真係好細，主要為咗遷就呢個屎坑，而導致佢打通埋個生活陽台，都係得條又短又窄嘅走廊。而最有特色嘅係，佢連通廁所係一間有屎味嘅廚房。一個細嘅廚房就造就到一個大嘅廁所，連張洗手台都鳩屎嘅人。而一個咁有特色嘅屎味廚房，佢對應嘅就係呢個有特色嘅飯餸味屎坑。星星海船嘅戶型真係唔錯，連個客房都有成10個方咁大，再加上佢冇飄窗，特別實用。本來呢度係一間房，可能業主人少，佢整閪咗個衣帽間。主套嘅沖涼房設計真係好閪性感，唔知對面樓啲閪佬一個月要食幾多樽濃味地黃丸先冇得返。主人房嘅空間感都可以，主要佢呢度好似新規咁冇咗下飄窗，其實整埋衣櫃都唔算好雜。總結一句，86萬嘅價格，呢度周邊嘅配套成熟咗之後，從佢自身到附近真係冇太大嘅毛病。不過可能呢個板塊剛需實在太多啦，喺金錢面前，好多人會忽略咗佢嘅品質同埋環境，又係激情嘅一日。